来看中国配偶徐春英，民众党是按什么提名做无分区的立委？陆委会进前表示讲，若输选调，就要放弃外国籍。徐春英嘛发回讲叫屈泰山介意安怎放弃中国籍。屈泰山是指出讲，中国的国籍法规定是真明确，第10条也是第14条、15条拢有相关的规定。另外，要开放伫台湾的中国学生家己健保的议题，屈泰山是表示讲，乐观其成，是愈紧愈好。民众党不分区名单，公要纳陆会徐春兴风波继续滚假。陆委会进前表示，若当选要担任民意代表，依法爱放弃外国籍，引起两国论的争议。陆委会主委屈泰山回应：台湾宪法只规范咱的政府组织。中华民国呢，我们的宪法呢会只有规范我们政府的组织啦，而至于其他国家的组织，不管美国、日本、南非，都不是在我们的宪法规范范围内。对于徐春兴爱屈泰山介意如何放弃中国籍，屈泰山回应按照中国国籍法的规定，第10条或者是第14条、15条拢符。其中第10条就讲到，外国人的政倾向定居伫外国有其他正当理由，应申请放弃中国籍。屈泰山表示，陆会参政依照台湾的国籍法，设籍满10年了后，就应登记参选。另外，陆生立健保的议题，屈泰山表示方向正确，乐观其成，愈紧愈好。卫福部它相关的法令呢，最后它有一个诠释的一个空间，但是因为这是他们是权责单位啦，我想我们作为陆委会，只要是方向正确，我们都乐观其成啦。另外，总统大选也牵动两岸关系。屈泰山表示，陆委会咧规划选举了后，进行两岸情势变化的评估分析，来整合对华对台政策发展的转变，甲台湾应对之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